后来乡亲继续来看桃园的中立，拜六的深夜，常常传出着爆炸声，搁连爆2解，甲附近的居民是惊死。搁有网友伫社群的平台讲，这疑似是土贼爆裂物，爱大家来小心。这警方顺着线索，军警就抓到人了。循线调阅天罗地网监视器画面，以掌握相关人士身份，将通知嫌疑涉案犯嫌大案说明厘清。警方呼吁，不管是恶作剧还是有其他意图，深夜放鞭炮，以违反社违法72条，制造噪音会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后来一旦看到这个爆炸的瞬间，火光是真明显。警方到现场发现讲，这个嫌犯所点到的是大量炮，并不是网络顶所讲的土贼爆裂物。这个嫌犯讲，因为啉酒甲对方起口角，才会到对方睡厝的所在来放这个大量炮要甲恐吓。但是即摆唔但两起啊，阮报无成，还阁防用公共危险甲恐吓罪来移送法办。